高雄凤山的中正五校传出有65个人互相喂着类流感，昨昏校方搁再通报加20个人感染着，目前已经有80个病例啊。原底敢若12个班爱停课，即嘛是规起全校拢总停课，改做线顶上课1礼拜。嘛因为校方通报了上班，互卫生局甲因罚12000块。 学生拖行李来到校门口，准备返去厝。伫咧高雄凤山的中正五校前几天爆发类流感的群聚，造成高二学生总共65人感染。原本高市卫生局要求有感染者的12个班停课，但校方决定初8开始全校停课1礼拜。学生返家居隔管理，改采远距教学方式授课，令学校同步进行全面清消作业。 持续监测与掌握人员身体健康及心绪状况。按照传染病防治法，应该要通报卫生局，所以我们觉得中正医校应该要对于防疫有更积极的这个做法。 因为校方进前无照规定通报，卫生局准备以违反传染病防治罚出12000块的罚金。事实上，除了已经知影65例，中正五校初7暗时再度通报增加20人感染，分布伫高1的3个班甲高2的7个班内底。目前案例已经有85例。卫生局针对中正预校日前发病的学生进行采检送验，那经检验结果确认为 A 型流感。那卫生局将持续督导该校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。 初8透早，学生接续离开校校，校方嘛伫这几天陆续完成消毒，确认这摆群聚是传染性真悬的 A 型流感了后，卫生局嘛要求校方爱监督老师甲学生的症状，若有症状还是增加案例，爱赶紧通报，避免群聚继续扩大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